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葉水美，今日同歡喜來到大家分享有氧國標舞。在分享之前呢，我先介紹我的2位助教，在我的左手邊是我們的謝祥義老師，好，右手邊是我們的彭玉玲老師。好，運動係對健康最好的方法。在運動之前呢，一定要先來暖身。現在我來帶大家來開始暖身。好，首先第一個動作是，我們的頭先往前彎，1、2、3、4，往後5、6、7、8，然後呢再往左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重複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，回正，慢慢的再將頭來往左邊繞一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轉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回正。再來，我們來動肩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兩邊一起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我們來轉動我們的肩膀，我們從左邊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往前轉，左邊開始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兩邊一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前3、4、5、6，非常好。現在請把腳張開與肩膀同寬。好，再來我們來做推胸的動作。好，先把胸往前移動，1、2、3、4，往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將兩手舉起，然後左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7、8，好，來手放下，好，這個暖身哈非常的重要，那運動之前呢一定要來暖身。好，那他做的是身體的動作，也來做臀部動作，好，來走一邊，好，來開始臀部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加快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基本暖身就都要的喂。接下來我們就搞大家來跳，我們的有氧國標舞嘍。好，接下來要搞大家跳的舞蹈，很多紐約步。好，紐約步，大家懂喜歡也懂簡單。好，我們先從左腳開始哦。好，我們左腳先點，好，向右，好，向右邊。
转90度，然后左脚前进，好，右脚推后，好，再转来，好，旁边的掐，好，再向左转90度，好，右脚前进，左脚后推，好，再转张来，好，横的掐，好，改多哦，然后左脚，好。我们身体往右边转的时候，顺沙牢左脚输入来，好前进，好推后，好大王的掐，好，再来向左边转90度，右脚前进一步，好左脚一步，好向旁边掐，好。加上我们的手势，好，然后右手打开来，好，来向左边出去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很自然的老手打开来，好，前进 2 3推转来，好，大王的掐，好，向左转的时候，顺沙老手带出去，好，带转来，好，横回正，横的掐。好，这就是所谓的纽约步。再一次左转 ，and 2 3，横的掐，2 3，横的掐。好，张奎是张好的朋友，我们只要脚蹼停的到处好，你就拿左边的脚前进让落去，右脚推转来，掐，好，右脚前进。左脚推转来，掐，好，这就是纽约步，好，很简单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古巴段步，好，延续塔哈跳的纽约步，好，按同样左脚开始，好，向右边转出去，好，左脚前进，好，推转来，好，打开来，再由右脚前进，推转来。打开来，好，塔哈的纽约步呢，那拍子是 2 3掐，好，古巴段步呢，加个音乐无同样，好，它是 2 and 3 4 and 1，意思就讲半拍，2 and 就半拍，所以你出脚的时候动脚2 and 就推转来，好，2 and 3一拍，好，4 and 一样半拍。4 and 1半拍，好，所以是 2 and 3右脚4 and 1 2 and 3 4 and 1，好，因为这个古巴段步呢，它先有一个旋转，向右旋转2 and 3转回来，再来4 and 1，好，我们加上手由右边带出来，往右边转2 and 3 4 and 1，再2 and 3 4 and 1，好，这个是右脚的古巴段步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转个方向，好，从刚才这边是右边的，那我们再来进行左边的，一样，我们从右脚开始，半拍2 and 3，好，左脚前进4 and 1，右脚前进2 and 3，半拍，一拍，好，看起来有一些的复杂，好，但是其实它很轻快，好，很自然轻松的跳法，就会2 and 3 4 and 1，好，叫让落去推转来，好，也是左脚的，好，右脚一刀，左脚一刀来向下，右片走一刀，左片来走一刀，好，大家一起来哦，哈，左片开始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，加上手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，
好，这是右边的，我们左边再来做一次。来，从右脚开始 ，and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。好，左右都做了。好，然后 and 把前面的纽约步跟我们的古巴段步来老给练空哈。好，从左脚开始。好，我们先做纽约 2。好，这是完整的拍子 2 3 恰恰恰 2 3 恰恰恰。我们做了2个纽约步以后呢，再来古巴段步，从我们的左脚开始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， 然后呢，再接回纽约步 2 3 4 and 1， 在纽约 2 3 4 and 1 2 3 4 and 1， 再来我们就是左边的古巴段步 and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。好，用一个纽约步 2 3 4 and 1。好，这个是基本日的课程哦。那我们把它连续来多练习几次。好，再一次从我们的左脚开始，纽约步。好 ，and 2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3 4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3 4 and 1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单人的练习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想用很短的时间来请我们2位舞者，好，来用刚才的纽约步把它组合一起跳一次看看。来，纽约步到古巴段步。好 ，4 1 and 2 3 4 and 1 2 3， 古巴段步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古巴段步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3 4 and 1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双人的跳法。好，接下来他人跳位也步扑，一闪你们做在跳，也听听音乐来吃看呢。好 ，1 2 3 4 1 2 3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转个方向再来一次哦。好，预备 ，1 2 3 4 1。好，大家有好威冇？好，来撩一下。
We